自2024年10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呼召是咒诅也是祝福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第20章7节到18节。上主啊，你骗我，我互你骗去，你比我较强，赢过我。我逐日诚做人踢笑的对象，因拢戏弄我。我逐遍讲话拢真大声，我话讲有强暴甲毁灭。上主的话害我逐日互人落骂踢笑。我若讲我无要搁提起上主，无要搁奉伊的名讲话，我的内面就亲像有火在倒，钻入我的骨头，我挡袂牢，无法度无讲。我搁听见真侪人细声讲，迄个讲逐所在话有惊吓的人来啦，咱来告伊，来甲伊控告。我的朋友等要看我犯错，因讲等伊互人变去，咱就会当掠着机会甲伊报复。总是上主甲我同在，伊亲像强猛可怕的勇士。遐个压迫我的人，拢会跋倒失败，会见笑闹开。人永远袂记得因的见笑。上主，万军的统帅啊，你监察人的心思念头，照公义审判。我将我的案件交互你，求你互我看到你主持公道。着向上主唱歌，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解救受压迫的人，脱离邪恶的人的手。愿我出世迄日受咒诅，愿我的老母生我迄日无受祝福。愿迄个甲我的老爸报消息的人受咒诅。伊讲你得到一个查甫婴，互我的老爸听了真欢喜。愿迄个人亲像互上主毁灭，无得到人民的城。愿伊早起时听到哀哭的声，中昼时听到战争警报的声。因为伊无伫我出世以前甲我杀死，无互我的老母会腹肚诚济，我会昏蒙。我是安怎着出世？我的经历拢是劳苦甲忧伤。我着伫受侮辱的中间结束我的人生是无？呼召是咒诅也是祝福？耶利米究竟承受偌大的重担，致使伊无因为先知即份感觉有成就感，反倒为着安尼咒诅家己的生日。伫担任先知的过程中，耶利米毋但爱面对众人的戏弄、讥笑、藐视，也爱受宗教领袖的羞视，互伊袂禁得怀疑上帝呼召，也怀疑家己真正有上帝同在所带来的祝福抑无。根据耶利米书第1章5到10节的描述，上帝对耶利米的呼召是伫伊还未出世就已经立定的心意，为着要对万国施行审判和再创造。就亲像若受呼召做大船，耶利米也互上帝呼召，但是即次上帝会用其他方式代替大水，互万国搁再宣认只有伊才是真正的君王。即便要向众人宣讲审判信息的是耶利米，虽然上帝已经准备好代词，但是伊坚持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喙，互众人彻底明白因的狂妄
将会是家己跋倒的主因。信仰从来毋是靠外力和新业建立的，相反的，当人若明白家己的脆弱，就若看见上帝恩典的宝贵，信仰的态度才会若积极。耶利米深知家己接续的任务非常小可，伊宣讲的对象并无限定伫伊所熟知的同胞，反正是万国所有人。耶利米的宣告看若像甲万国为敌，实际上是万国甲上帝为敌，包括伊的选民以色列。这也是耶利米感觉深切的原因。耶利米的痛苦自逼，是毋是也道出今仔日真侪传道人的处境呢？牧者带领会众敬拜上帝，就若像行伫犷树顶面，必须战战兢兢，因为现代的教会生态，牧者甲教会还存在一寡矛盾。虽然今仔日牧者和教会关系无法度复制过去的模式，总是感谢上帝，互矛盾的存在修正咱对教会的想象。伫即个世代，人介意考究数据，搁互数据变相成做检视教会行衰的标准。事实上，唯一不变的是，甲上帝关系是每一个基督徒自我的责任。身为上帝国的服侍者，每一位基督徒拢爱诚实检视家己的内心。我所领受的呼召，究竟是要得到众人的掌声，还是得到上帝的欢喜？这绝对是两种截然无同的价值观。耶利米书所描绘的，确实是一出悲剧故事。伫上帝定义毁灭的路线顶面，耶利米无法度伫伊有限的医生看见家己国家重新建立。为着安尼，耶利米未免心生埋怨，总是伊还忠实伫上帝对伊的呼召。甲上帝命令伊讲的话完整向众人宣告，无论因是介意还是无介意。耶利米选择忠心传达上帝的旨意，拄好是为着所有传道人立下上好的典范，也就是要对上帝的呼召忠心，敢若传达上帝的话语。先知忠于上帝的呼召，就算所讲的是忠言逆耳，也是互人悬崖勒马的福音。默想回顾家己的性命，尽管悲痛甲挣扎，是毋是还看见愿望？回顾家己的性命，尽管悲痛甲挣扎，是毋是还看见愿望？咱来祈祷，赏赐快乐的上帝，感谢你进入我的性命，深知我的软弱甲欠缺，我愿意一生跟对你。主啊，愿你的恩典临到我，也愿你的公义甲怜悯彰显伫即块土地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